宜兰头城海边啊，最近出现真大片的重油污染。官府怀疑甲这个月初台东绿岛的重油污染有牵连，不过详细该调查。有兵团嘛，呼民众做伙去清理，避免污染的范围扩大，损断海洋生态。 环保局的人员提水枪伫大石顶悬压，再搁提柴油素含尼龙的锁啊，甲海底重油拢总吸起来。宜兰头城的海边啊，最近是出现大面积重油的污染，尤其内里地区面积上大，大石拢被污蚀。环保局怀疑讲，和月初台东绿岛海边啊不明重油污染有关系。这边真的面积还蛮大的，大概面积大概是，长度大概有300-400公尺，然后宽度大概有30-40公尺。 拄在环保局派人去清，网络顶悬嘛有民众找志工，连续几工拢去海边啊协助，希望较紧甲重油拢总清掉。因为宜兰烟花已经传出海鸟啊和海底死亡的状况。生物因为油污受困或是死亡，这些都很重要，请把它拍清楚。志工到场就先去海边巡查，只要发现有重油污染的区，就随翕相会报才通报清除。感觉原本在上面藻类或者是潮间带应该有的东西，就是会死掉这样，但。 是希望它不要再扩大，因为我们会在这边戏水冲浪，那就会对我们有影响。民众希望重油会当较紧清掉，除了保护海洋生物，嘛会当避免影响到耍水的民众。有人是摕海边的官网来倒清大石顶悬的重油。这批海鸟、这批海洋生物的死亡潮，就是从月初绿岛到现在已经隔了也2个礼拜了。 所以算时间其实是非常吻合的。虽然还未经过调查确认，但是款团怀疑讲，最近2礼拜海鸟啊和海底这海洋生物的死亡潮，和绿岛重油污染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希望公部门会当较紧来清除这重油，无若等东北季风来，会加速扩散，造成海洋生态的灾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